大家好，歡迎收睇家國530。今日係4月30號嘅星期四。特朗普對石油真係可以講係愛不釋手，打委內瑞拉、打伊朗都係為咗石油。不過佢對加拿大就算係文明好多㗎啦。佢今日簽咗協議，批准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油管項目進行，將來加拿大就可以每日有100萬桶原油運去美國。至於到時會唔會強買強賣唔准加價呢？呢啲到時先算啦。中東戰局今日都係冇乜新發展，不過表面嘅平靜就唔代表冇喐動㗎。美國司令部已經申請緊喺中東佈置高超音速導彈，美國有6500噸嘅軍用物資就已經運咗去以色列。以色列國防部長話短期之內話唔定佢哋會有行動㗎啦。而伊朗就話佢哋手上有啲令敵人恐懼嘅可怕武器會喺海上使用㗎，但係冇講係乜嘢嚟嘅喎。如果佢哋真係有啲令人覺得可怕嘅武器，做乜而家唔用呢？睇嚟最可怕嘅就係佢覺得可以令人哋可怕，但係人哋完全一啲都唔怕。受到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影響，多倫多市油價再度上漲。今早每公升嘅汽油價格已經升咗4仙，而能源分析師就預計聽日仲會升多8仙，令到油價升至每公升190仙。加拿大可負擔能源協會主席麥提格就表示，油價持續攀升嘅主要原因在於伊朗局勢已經進入第3個月。目前嘅供應缺口只能通過更高嘅價格嚟到彌補，而呢個局面短期內都難以緩解。即使未來達成和平協議，市場恢復亦都需要相當長嘅時間。油價升，但係多倫多市嘅氣溫就跌。加拿大環境部預測，多倫多市今晚氣溫將接近冰點，當局已經對大多區發出黃色霜凍預警。寒冷嘅天氣將持續去到聽日清晨，預計未來1個禮拜至到10日，整體氣溫仍然將會維持偏低水平，建議市民外出嘅時候要着多件衫。對於石油，美國總統特朗普可以講係軟硬兼施，巧取豪奪，大小通吃。佢出盡法寶都要將呢個主動權揸喺自己手裏邊。今日佢簽署行政命令，批准進行加拿大同美國嘅輸油管項目。呢一個項目係計劃將加拿大嘅原油由美加邊境輸送去到美國嘅懷俄明州。呢一個係被白宮形容為強化美國能源主導地位嘅關鍵。白宮官員喺簽署儀式上邊話，呢個項目對美國長期能源安全具有重要嘅意義。特朗普就借呢個機會批評前任政府喺能源基礎設施方面態度保守。佢話呢個項目嗰啲油管係埋喺地下，幾乎係冇人會察覺到嘅。暗示呢個項目對環境嘅影響其實有限。根據企業嘅規劃，呢個油管建成之後，每日輸送能力可以超過100萬桶嘅原油。分析人士話，一旦投入營運，呢個會令到加拿大對美國嘅原油出口增加超過12%，進一步加深咗兩國能源依賴嘅關係。不過賣花姑娘就插竹葉，加拿大就有石油輸去美國，但係加拿大西岸嘅溫哥華今日嘅油價就升到去每公升2.17，遠遠超過疫情期間創下嘅全國紀錄。高油價而家已經成為普遍民眾切身感受到嘅經濟壓力之一。特朗普喺今日就向媒體話，一旦佢同伊朗嘅戰爭結束之後，油價好快就會迅速下跌。只不過係目前衝突見唔到有明顯緩和嘅跡象啦，能源市場嘅不確定性而家仍然係存在嘅。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 Jamieson Greer 日前在華盛頓向加拿大代表明確表示，美國優先並非口號，而係實際嘅政策方向。加方唔應該期待雙邊貿易關係回到過去嘅模式。消息人士指出，格里爾喺發言中態度相對務實同克制。佢表示，美國政府並冇以破壞加美之間嘅能源合作關係，反而希望喺能源及關鍵礦產開發方面同加拿大展開互利合作。
不過，格里爾同時警告加拿大唔好喺三邊貿易協議談判中將能源同關鍵礦產資源作為談判籌碼，向美國施壓。這表態係視未來貿易談判前釋放嘅重要政策信號。整體嚟講，美方強調會繼續堅持以本國利益為核心嘅貿易策略，同時某部分會保留合作空間，顯示未來加美貿易關係可能係競爭與合作之間持續調整。據出席會議人士向媒體透露，這由加拿大美國商會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anada 主辦嘅圓桌會議係週二舉行，約有40人參與，包括加拿大駐美大使懷斯曼、Mark Wiseman 及保守黨國會議員 Jamil Jivani 等。會議持續超過1小時。格里爾喺會上闡述了美國政府即將展開嘅加美貿協議 Canada-United States-Mexico Agreement 評估前嘅政策重點。又有珠寶店被劫，不過劫案唔係發生喺安省，而係亞省愛民頓。我哋成日報道多倫多嘅珠寶店劫案，好似呢種劫案係多倫多獨有，其實劫案無分遠近，好似呢單發生喺愛民頓嘅珠寶店劫案，震撼程度仲大過多倫多。星期一下午3點18分，珠寶店職員正招呼緊一名男客人時，突然4名戴上口罩手套嘅黑衣男衝入珠寶店內，喝令店內嘅人趴低之後，就起勢咁用錘仔係咁剝爛玻璃飾櫃，攞走價值25萬元嘅珠寶首飾，成個過程唔使1分鐘。被劫嘅 Gold Star 珠寶店位於 Bonnie Doon Shopping Centre， 商店經理 Darlene Sell 當時亦都在場。佢話4個劫匪衝入店之後，就用錘仔卜卜卜，咩嘢都打爆晒，所有珠寶都搶走埋。佢仲話嗰啲匪徒係懦夫。其實呢間珠寶店唔係第一次被劫。2021年2月23號下午接近打烊時間，3名戴手套同口罩嘅匪徒闖入店內，其中1人持散彈槍指向店員，其餘2人就使用大錘打碎飾櫃。匪徒迅速將價值約20萬至30萬元嘅珠寶裝入2個藍色容器裏面，然後逃離現場。加拿大獲選為由北約成員國同盟友一齊參與嘅多國防務融資銀行，係軍事項目提供長期低成本資金支持。聯邦政府週3公佈消息後顯示，加拿大係全球防務合作中嘅角色正進一步提升。對加拿大更實際嘅利益係，該計劃雖然有大量嘅細節需要敲定，但加拿大多個城市，包括多倫多、渥太華、溫哥華及滿地可，正競爭成為該機構嘅總部地點。安大略省省長福特已搶先爭取安省成為該組織嘅總部地點。聯邦政府發佈嘅聲明指出，這個名為防務安全與韌性銀行 Bank for Defenc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嘅機構，將幫助成員國通過共享資源，應對當前複雜嘅安全挑戰。國防部長 David McGuinty 表示，這項目不僅受惠於加拿大，而將增強盟友整體實力。據了解，加拿大6大銀行均已表態支持這國際防務融資機制，其目標係降低各國軍事支出方面嘅借貸成本。加拿大商會 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亦對該計劃表示歡迎，認為防務產業正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嘅重要動力，並有望吸引更多投資。該組織政府關係副總裁 David Pearce 指出，在全球衝突風險持續存在嘅背景下，加拿大被選為該機構落腳地具有重要意義，並強調本國防務產業具備國際競爭力，有能力喺全球舞台上發揮領導作用。安省省長福特則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這防務銀行為加拿大提供了成為全球防務金融與製造中心嘅機遇。而作為國家金融中心，多倫多擁有高素質勞動力同卓越嘅國際連接能力，係設立總部嘅理想地點。目前各方正等待更多細節公佈，以確認該項目嘅具體運作方式及最終地方。跟住落嚟為大家報道幾則新聞簡訊。
有騙徒最近喺多倫多市停車收費錶上面貼上假嘅二維碼，誘騙司機俾錢，從而騙取大額金錢。有受害人原本只係要俾7蚊嘅停車費，但係最終俾人呃咗2000蚊。呢一種手法過去曾經用喺食肆嘅二維碼點餐上，可以話係新瓶舊酒嘅騙局。喺過去幾個禮拜，警方接獲最少3宗嘅相關舉報，發現有假嘅二維碼被貼喺街邊停車咪錶上面。呢啲二維碼會將用戶引導去到一個睇起嚟好正規嘅支付網站，但係實際上係一個假網頁。警方指出，受害人掃描二維碼之後輸入付款信息，佢哋以為自己只係俾緊停車費，但係實際被扣嘅金額就遠高於正常費用。其實市府共享單車 BikeShare Toronto 近期亦都曾經警告，部分單車上面嘅官方二維碼被騙徒貼上假嘅二維碼進行詐騙。警方就呼籲市民要提高警惕，喺掃二維碼之前應該仔細檢查下二維碼有冇被刪改嘅跡象，例如邊緣翹起、品牌標識唔一致等等。同時應該特別注意設置喺停車錶、公共海報、不明郵件或者任何涉及付款要求嘅二維碼，避免成為詐騙嘅受害人。加拿大統計局宣布，將喺下個禮拜一正式啟動2026年全國人口普查。今次普查將向全國所有住戶收集數據，並首次加入有關性取向同無家可歸情況嘅新問題。根據安排，全國所有住宅，包括獨立屋、公寓同柏文大廈單位，都將收到普查問卷。今次普查將分為長表同短表2種形式，其中1/4嘅家庭會收到有70條問題嘅長表，內容涉及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同職業類型等詳細信息，其餘家庭就要填寫約10多條基本問題嘅短表。統計局表示，住戶將通過郵寄方式收到填寫指引同專屬訪問代碼，居民可選擇網上填寫問卷，亦可通過郵寄或電話方式提交答案，甚至可以預約工作人員上門協助完成。普查屬於強制性要求，所有住戶須喺5月12日前完成填寫。如果未按時提交，可能會收到最多2次提醒信件，甚至接到電話或上門訪問。嚴重情況下，仲可能面臨最高500蚊罰款。多倫多市北約克今日中午發生致命槍擊案，1人中槍身亡，警方已經拘捕1名疑犯，案件已經交由兇殺調查組接手調查。事發喺中午12點25分，地點係位於 Marley Avenue 夾 Glengrove Avenue 一帶。警員到場之後，發現1人身中槍傷，當場死亡。警方之後拉咗1名疑犯，目前仲未公布更多案情嘅細節。事發嘅時候，警察總長戴橋正同市長周志偉以及多位宗教界領袖同社區成員喺附近嘅 Eglinton Avenue 夾 Allen Road 一帶參加祈禱步行活動。早前魁省發生一宗15歲少年因服食處方藥物後再飲用能量飲品導致死亡嘅事件，死者家屬於今年3月發起運動，要求政府禁止向16歲以下人士出售能量飲品，甚至進一步擴展至所有未成年人。事件源於2024年1月，15歲少年 Jackery Miron 喺學校滑雪旅行期間，而因能量飲品中嘅咖啡因與其治療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嘅藥物甲基苯產生交互作用，引發惡性心律不整，最終不治。魁北克省衛生廳長周二回應指，佢早前已同死者家屬會面，並表示青少年飲用能量飲品日益普遍，令人非常關注。佢已經啟動跨黨派討論機制，同反對黨代表交換意見，研究包括可能禁令在內嘅不同方案，並將於近期舉行第2次會議。今日喺溫哥華舉行嘅第76屆國際足協大會宣布，當前美國同伊朗關係雖然係高度緊張並且處於衝突狀態，不過伊朗國家足球隊仍然會按照計劃去美國參加今年夏天嘅世界盃足球賽。足協主席因芬天奴話，足球應該成為連接世界嘅橋樑，唔應該被政治對立所阻隔。
講就係咁講啫。足球隊可以讓美國參賽，但係實際上伊朗足球協會主席塔吉同埋佢2個伊朗官員星期二就喺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入境嘅時候被拒絕入境同埋遞解出境，令到伊朗成為國際足協211個成員之中唯一缺席溫哥華大會嘅國家。據講，塔吉被指係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密切關係，而伊斯蘭革命衛隊喺加拿大係被列為恐怖組織。總理卡尼今日回應事件嘅時候話，基於私隱法例，佢冇辦法評論個別個案，但係有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嘅數據顯示，曾經有一個人被遣返。但佢話，加拿大政府自從2024年6月正式將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並且喺2022年11月將伊朗政權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嘅國家之後，並冇革命衛隊成員成功入境加拿大。雖然伊朗足總代表被拒入境加拿大，但係伊朗足球隊嘅參賽安排目前冇改變。根據分組賽嘅結果，伊朗會排喺 G 組，對手係包括咗比利時、埃及同埋新西蘭，並且會喺6月15號喺洛杉磯第一場上陣，對手就係新西蘭。美國同伊朗嘅中東戰局今日有少少微動。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援引消息人士話，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會聽取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庫珀關於喺伊朗可能採取軍事行動新方案嘅彙報。美軍中央司令部已經制定咗一項計劃，準備對伊朗發動一輪短促而猛烈嘅打擊，目標可能係包括伊朗嘅基礎設施，甚至出動地面部隊，以期打破談判嘅僵局。除咗作戰計劃之外，實際軍事行動亦都喺度推進緊。舊年由6月開始參與海上軍事行動嘅福特航母，而家已經啟程離開中東返美國。接防嘅布殊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已經喺阿拉伯海執行對伊朗港口封鎖任務。據美國中央司令部琴日話，導彈驅逐艦森梅號已經係駛入咗佢哋負責嘅海域，並且加入咗布殊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執行任務。而彭博通訊社就報道，美國中央司令部已經提出咗申請，計劃將暗鷹高超音速導彈部署去到中東地區。如果呢項申請獲得批准，呢個會係美國首次喺實戰之中部署高超音速導彈。導彈可能會用於打擊伊朗腹地嘅彈道導彈發射裝置。因為伊朗已經將彈道導彈發射裝置轉移去到美軍現有精確打擊導彈嘅射程範圍之外，促使美軍要尋求部署射程更加遠、速度更加快嘅暗鷹高超音速導彈，以打擊伊朗腹地嘅軍事目標。而以色列就更加提升咗緊張嘅氣氛。以色列媒體今日報道話，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話，雖然以色列支持美國同伊朗嘅外交努力，但係以色列可能好快就需要再次採取行動，以確保消除伊朗對佢哋構成嘅生存威脅。喺過去1日之內，2艘貨船同埋多架飛機搭載住嚟自美國嘅6500噸軍事裝備已經運抵以色列，其中包括咗數千枚嘅彈藥同埋輕型裝甲車。以色列國防部總幹事阿米爾巴拉姆話：呢一次嘅採購行動喺未來幾個禮拜裏邊將會繼續並且加強。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就話：國防部嘅目標係要確保獲得所有嘅必要手段，以便能夠喺任何需要嘅時間同埋地點全力恢復對敵方作戰。面對美國同以色列嘅具體軍事調動，暫時聽唔到伊朗有任何軍事上嘅應對。不過口頭上，伊朗就顯得非常強硬。據伊朗媒體今日報道，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哈梅內伊話，伊朗同海灣鄰國命運相連，作惡嘅外國人將會無處容身，只配沉入水深之處。而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穆克辛雷扎伊亦都話，美國嘅封鎖企圖必將失敗，伊朗絕對唔會失去霍爾木茲海峽，歷史將會記錄住伊朗喺波斯灣同埋阿曼灣挫敗咗超級大國嘅美國。佢仲話，
伊朗軍事行動同外交努力係同步推進，並且得到人民嘅支持。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喺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嘅通話裏邊話，通過對話同埋外交努力解決分歧一直都係重點，但係喺之前嘅談判過程裏邊，美國同以色列曾經2次襲擊伊朗，類似嘅行動可能係會再次發生，呢個導致咗伊朗對美國完全失去信任。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司令穆薩維就話，伊朗將會以漫長而沉重嘅打擊嚟回應敵人嘅行動。佢話美國軍艦將會遭遇到美國喺海灣地區裏邊軍事基地嘅同樣命運。伊朗海軍司令沙克拉姆伊拉尼琴日就話，伊朗將會向敵人展示一種可怕嘅武器，而呢啲武器將會喺海上使用，而會令到敵人係感到恐懼㗎。究竟係咩武器可以咁令人覺得可怕同恐懼呢？咁佢又冇講喎。咁除非你話係核子武器啫，如果唔係，有呢啲武器，點解唔早啲用嚟打退美國啲軍艦呢？咁佢就更加冇講。呢個世界最可怕嘅就係你以為自己擁有可以令人可怕嘅武器，但其實你嘅可怕武器，人哋一啲都唔覺得可怕。卑斯圖布勒嶺 Tumbler Ridge 大規模槍殺案嘅多名受害人家屬喺加州聯邦法庭起訴 OpenAI 同埋其創辦人，希望索取賠償超過10億美元。City News 報道，溫哥華專打集體訴訟嘅律師行 Rice Parsons、Leone and Elliott 以及美國訴訟律師艾德爾森 J. Adelson 嘅跨境律師團隊正在處理此案。喺今年2月10號槍擊案發生後， OpenAI 發表聲明表示，公司員工留意到18歲跨性別女子范努特塞拉爾 Jessie Van Rootselaar 使用 ChatGPT 聊天機械人嘅行為可疑，但公司未就此報警，只係封鎖槍手嘅賬戶，但係槍手繞過封鎖註冊第2個賬戶繼續使用。受害人嘅首席加拿大律師約翰賴斯 John Rice 表示，根據佢哋對槍手與 ChatGPT 對話內容嘅了解，呢場殺戮係精心策劃、可預測，而且可以避免。OpenAI 本來有機會阻止槍殺案，遇難者家屬所遭受嘅損失，以及學生同埋老師所目睹嘅一切，都係唔可以接受。加方律師行表示，佢哋將與艾德爾森律師事務所 Adelson 合作，喺加州提出訴訟。律師行解釋點解喺美國控告 OpenAI， 因為喺加拿大精神損害賠償金上限約為47萬加元，喺大多數情況下，被殺害兒童嘅親屬無法根據卑斯省嘅家庭賠償法獲得任何賠償。艾德爾森律師事務所向加新社證實，佢哋可能會尋求超過10億美元嘅賠償。上個星期 OpenAI 行政總裁奧特曼 Sam Altman 就該公司未向警方通報佢哋掌握槍手嘅潛在威脅信息一事道歉。卑斯省長尹大衛指呢個道歉遠遠唔足夠，其中一位受害人就質疑奧特曼係咪用 ChatGPT 撰寫道歉聲明，指道歉空洞無物，又質疑該公司係咪因為重視利潤多於人命而未採取行動。2月嘅槍殺慘案，槍手喺家中槍殺母親同埋繼弟後，前往當地中學開槍，其後自殺身亡。連同槍手在內，總共有8人死亡及多人受傷。此案成為加拿大歷來死傷規模第2大嘅校園槍擊事件。地產界預料，由於受經濟挑戰影響，卑斯房屋銷售預計今年將會下降 2.1%， 全省範圍內嘅房屋數量同埋價格都會走低。卑斯省房地產協會喺第2季房屋銷售預測表示，今年住宅單位銷售量可能降至約 6.9 萬間，由於新房庫存增加以及活躍房源數量達到2015年以來嘅最高水平，預計房價亦都會下跌約 1.4% 至平均價格 93.98 萬元。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奧格蒙德森喺聲明中表示，市場面臨全球同本地嘅經濟挑戰，但業內人士希望一旦購屋能力有所改善，被壓抑嘅需求將會反彈。協會還表示，今年至今為止平均售價下降，表明低陸平原地區高價房地產市場異常疲弱，從而拉低全省嘅房價指數。奧格蒙德森表示，儘管該協會預測明年房屋銷售量將會增長 7.7%， 但買家可能需要一段較長嘅穩定期，才會願意重返市場。
多倫多明日早上氣溫有3度，體感有1度；晚間最低氣溫2度，體感有-2度。後日早上氣溫-3度，體感有0度。而溫哥華明日早上氣溫-12度，體感溫度有12度；晚上最低氣溫有10度，體感溫度有9度。後日早上氣溫-12度，體感有12度。如果喜歡我哋嘅頻道，請訂閱、讚好及留言，多謝支持。